好壞係係你嘅定義嚟嘅啫。即係人生唔失敗，就點會知成功咧？所以失敗係成功之母，就即係成功之前你係失敗啊嘛。你冇失敗係冇成功。咁你會話成功更成功，到最後都成功，冇辦法啦嗰個係上帝。我哋中國人咧就野心係一個負面嘅，但係西方野心咧必要有，冇嘅話你根本就唔會成功。所以 ambition 嗰個字咧，西方係正面嘅，而我哋中國人係負面嘅。你好有野心啊，咁啊以為你一定係財人嘅，一定係食埋人嗰碗飯。但係西人唔係嘅，你冇 ambitious 啦，即係你冇 aspiration， 即係你冇呼吸，冇一種養分喺度，提升嘅慾望，只有藝術家有嘅啫。如果你都唔夠膽講咧，咁你即係已經係輸咗個心態，輸咗個態度。咁咧就其實睇翻整個奮鬥嘅過程咧，嗰度係40年至60年度啦。咁啊人就會衰老，會衰弱，未必同個社會結合得到。咁所以我最近俾阿 Leo 嗰個 document 咧，後邊嗰度係有未解決嘅問題嘅。嗰度其實我日後仲寫文章講我做唔到，唔好意思啦。我點解做唔到？咁所以邊啲嘢我做過嘅，邊啲嘢我未做得到嘅。咁未做得到就即係等啲後生嘅繼續去做。咁所以其實藝術家係要社會去承認嘅，確認你嘅成就嘅。咁當然我會叫自己做藝術家啦，因為我啲設計唔係全設計嚟嘅，即係帶有藝術性嘅設計。咁亦都某程度啲客係比較機構性嘅客多啲，就唔係個人性嘅客。咁所以嗰種設計基本上都已經係藝術品嚟嘅。咁當然如果係講我嘅就最講得到有代表性嘅都係郵票設計同埋陶藝設計嘅。咁我有書嘅設計，咁書嘅設計係基本上係為人服務多啲。咁藝術品當然係為自己啦。咁係西方叫做個人嘅一種滿足嘅，不論你係專業嘅滿足，定係態度上面嘅滿足、創作上面嘅滿足。咁所以叫 fulfillment 係一種即係充滿生氣嘅滿足嘅途徑。所以藝術唔係設計，設計係打工嘅。即係我覺得有時後生仔做藝術咧，都係要勇往直前嘅，因為你唔知道個結果點樣。咁如果你諗個結果先去做咧，你肯定唔會做，因為基本上都你會蝕本，會唔會歸到本咧就冇人話俾你聽喎。咁亦都唔知道自己將來點嘅喎。如果知嘅話就冇人去做佢都，係嘛？我都唔知張畫值幾多錢。咁其實嗰個價值咧係你係稀有嘅，同埋咧人哋值得收藏你嘅，咁自然就會幾多錢咁賣。如果係大機構、大博物館買咗嘅，咁佢會喺藏品咧，佢以後啲後人都睇到，或者喺出版，咁所以就基本上應該係咁樣
自己策劃咯。香港咧藝術館係有藏品，佢有同藝術家買。雖然個都係斬咗一截㗎啦，即係比喺畫廊平啲㗎啦，佢會講價，但係你會好樂意賣俾佢，因為佢以後會幫你照顧張作品。咁我都有幾張啦，唔過10張，但係都有唔同嘅階段嘅藏品喺香港。因人而異啊，各家各法，呢啲全部都係優點嚟嘅喎。因人而異，藝術係人為本㗎嘛。